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耶利米书31章第1节到第6节，约翰福音6章35节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归乡。一个离家乡很远很久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期待，就是归乡。西方基督徒的追思礼拜除了称为 funeral 葬礼，或是称为 memorial service 就是追思礼拜，更有人把它称为 celebration of life。那么为什么要在告别礼拜的时候来庆祝生命呢？因为基督徒视死亡为安息，为归乡。被掳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思乡之情更是不用说了哈，不在言下。他们期待能够归乡，这也成为上帝赐给他们以色列人最大的应许跟盼望。耶利米书31章第1节到第6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这样说，时候将到，我要做以色列各族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在旷野，我怜悯那些劫后余生的人。当以色列渴望安息的时候，我从遥远的地方向他们显现。以色列人啊，我一向疼爱你们，我仍要以信实不变的爱来爱你们。我要重新建立你们，你们将再拿起铃鼓，载歌载舞的欢呼。你们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重新栽种葡萄，栽种的人将吃园里的出产。有一天，守望的人要在以法莲山上呼喊：来，我们上锡安去朝见上主，我们的上帝。耶稣基督将救恩的福音与所有的人来分享，让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这永生的生命。我们昨天谈到了普世的福音当中，我们也谈到了路德的故事。我们知道他是为了认同婆婆拿俄米的家庭、民族、信仰以及上帝，他获得了家族的亲人波阿斯的帮助以及爱，让他们不但有充足的粮食，也让他们能够成为正式的家人。这样的恩典及救恩，就是上帝早已定义要赐下的，又后来就从这个耶稣基督赐下了这个永生。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或是饼，生命的饼。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第6章35节到40节的经文这样说：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食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，信我的永远不渴哈。但是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仍然不信。凡是父亲所赐给我的人都会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绝对不会拒绝他，因为我从天上下来，不是要凭我自己的意思行事，而是要实行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。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一个也不失落，并且在末日要使他们复活。
因为父亲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儿子而信他的人获得永恒的生命。在末日，我要使他们复活。基督徒应当亲近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恩赐，得到永生生命的粮食。耶稣基督说，每一个接受他的人，他一个也不会失落，并且要使他们得到复活的生命，能够进入永生。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归乡，因为呢，借着得到生命的粮，就可以得到进入上帝永恒的家。诗篇81篇，要向护卫我们的上帝欢呼，要歌颂雅各的上帝，要唱歌，要打鼓，要用竖琴和琴弦弹奏美妙的音乐，要在初一15日吹号庆祝。这是给以色列的律例，是雅各上帝的命令。他在出发攻击埃及的时候，把这诫命颁给了以色列人。我听见陌生的声音说，我把你肩上的重担移去，我使你放下装满砖块的篮子。你遭难的时候呼求我，我救了你。我从风暴中的隐秘处答应你。我在米利巴水泉边考验你。我的子民啊，听我的劝告吧。以色列啊，我是多么希望你听从我。你绝不可侍奉外族的神，你不可敬拜我以外的神。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从埃及带你出来，张开你的口吧，我要喂饱你。但是我的子民不听我的话，以色列不服从我，所以我任凭他们玩梗，继续他们愚妄的行为。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子民听话，我多么希望他们服从我。我要迅速击败他们的仇敌，征服所有敌对他们的人。恨我的人要屈服在我的面前，他们要受永远的惩罚。但是我要给你们最好的麦子吃，让你们享受野蜜的美味。感谢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生的粮食，让我们吃了永不再饥饿，喝了永不再渴，让我们能够领受救恩，得以回到上帝永恒的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